마플라 마하젤라 구치칠라 스치실라호 니쿠플라 임수플라 임모플라보 마플라 마하질라 구치칠라 스치실라호 니쿠플라 임수플라 임모플라호置身在大山里的感觉，特别空灵，特别棒。我看柯以敏老师，先听一下柯以敏老师的点评，好吧？来，你说你在唱的时候我在干嘛？我叫你眼睛要打开。我看一下你眼睛大不大？大，他已经是打开了很大的。对呀，但是你比杜海涛大多了，好吗？但是我只要你批评他一点啊，我就一点点，其实非常好了。但是你一到副歌的时候，庞龙没有像我这样，因为我是比较。就是我的动作是比较夸张的，我觉得要再放松哈，还是欠缺一点点的放松，其他都 OK。再让大家更加详细的了解到你，好好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新才让，然后我是中国电信青海公司选送的选手，来自青海师范大学。现在紧张吗？有点。有一点紧张。刚唱的时候紧张吗？稍微放松一下。不紧张吧？唱完反而有点紧张。有点紧张。反正我以前没上过这么大舞台，然后所以就。你学的是音乐专业吗？是。OK。他现在说话都在抖。很好。那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，请问这顶假发是哪里买的？帮你摘掉。不是假发，你可以放松了哈。来，我们听一下郝雷老师。周星才让的气质是那种很孤独的气质，
他不合群有点，就是很多的选手在一起聊天玩，他每次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很有心事，你就特别想去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，甚至我很想跟他做朋友。对，然后他在舞台上去彩排的时候，我也尽可能的多跟他交流，让他把心交给我。在很短暂的时间，我希望能给予到他。但今天的表现 perfect， 哇哦，谢谢老师。我想说，他绝对跟上一次表现脱胎换骨。对，如果他上一次表现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早拍了，绝对4个老师全拍啊，不是拍了一个人，绝对是全拍。你上次在干嘛呢？啊？上次在有理，在紧张。选错歌了。对，然后我也想提醒在座的这些已经被选中的学员，你们有穿的蒙族的、藏族的衣服，你们虽然有代表了很强的民族特色，但是他今天表现是要比你们当时表现要强，最强大的敌人来了，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操！不是这句话像点穴了一样，我刚才看所有人脸特别凝重。你们要当心了。金老师，我对这歌没抗体，我太喜欢这歌了，因为第一次听是听吉克唱的，然后他用这首歌深深地扎入了我的心，然后就爱上了这首歌，也爱上了吉克。对，就是今天你用这首歌就再次的就把我征服了，我觉得。就是金老师心上又插了一把剑啊，特别好。我已经说过了，太棒了。OK， 来，我们接下来要看你的这个评分了，看一下你的分数会是多少。先从庞龙老师这边开始，请做好准备。您给出的分数是？提前给点时间。好期待他的分数。我不能先发吗？一样的嘛。可以啊，我已经好了。好嘞，来，我们先看到的是柯一鸣老师给出的分数18分。我来了。庞龙老师给出的分数是19分。金志文老师给出的分数是28分。没有错，我们总分只有20分，18分。好，廖杰老师给出的分数是18分。郝雷老师给出的分数是19分。谢谢老师。我来看一下你最后的总分是92分。截止到目前为止最高的分数。目前的最高分数，接下来要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比赛，加油！